好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这个振兴三倍券，7月15就开始要来使用咯。啊，政府各部会马拢够加码推出着家己的补助券，像这个文化部有艺坊券，金额是600块。啊，那客家委员会有浪漫的客家庄的旅游券，金额是800块。体育署有动资券，金额是500块。啊，那农委会嘛推出着农游券，金额是250块。以上所讲的这4种券，咱若有符合资格，佮幸运抽签去抽到，若佮加上这个3倍券佮安心旅游的补助，安尼等于政府送予咱每一个人是7150块。送不来啊！系啊。我帮你开了一个 Facebook。今日甲阿妈免用电脑，因为7月15开始，65岁以上的老大人就会当去你网络顶悬申请客家电子旅游券，搭配政府的振兴3倍券，新的部会拢有推出补助券。客委会推出28万份的800块浪漫客庄旅游券，一半是敬老家庭，一半是一般的民众。敬老家庭7月15到19，就会当用赖去申请，7月20抽签，4000间的店面当使用。体育署嘛推出400万份的动资券，名额是500块。7月20到26会当去网络顶悬申请，7月28就知影结果啊，会当摕去运动、看比赛，还是去买体育用品。农委会发500万张的农游券，每一张250块。去你网络登记了后，电脑抽签，包括农场、盘抢礼拢会当使用。最后啊，阁有文化部的600块艺坊券，限量200万份。7月18到20会当用 App 注册，7月21抽签，你会当摕去看电影、买册。但是这个票券使用的资格只有本国的国民，啊，阁有领居留证的非本国的配偶。全国涉在淹市当中有70个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。剩下的这4种免费的电子券，加上3倍券、安心旅游的补助，等于讲摕1000块，就会当换到7150块。你若拢摕到，福气啦！